14集，約瑟夫和羅曼，風箏和跳彈。一個溫和的春日早晨，太陽已經高高掛在天空。爸爸向約瑟夫和羅曼宣布了一個好消息：今天我們要去紅海灘野餐。孩子們的眼睛亮了起來。位於地中海沿岸的紅海灘是他們最喜歡的地方。他們很少去那裡，但每次都是一次難忘的冒險。媽媽把一籃子三明治、水果和自製蛋糕裝了進去，而爸爸則把毛巾、頭和一隻全新的風箏裝進了汽車後備箱。這是給我們的嗎？約瑟夫看到風箏後喊道：是的，爸爸笑着回答。今天有米斯特拉爾風，非常適合放風箏。一到海灘，風就猛烈地吹着，沙子被風吹得飛舞，樹枝也隨之搖曳。約瑟夫和羅曼跑到水邊，而爸爸媽媽則在一棵松樹的樹蔭下鋪開一條大毯子，看看有多少波浪。羅曼指着大海喊道：約瑟夫本人已經把注意力集中在風箏上了。爸爸幫他解開長繩，媽媽則準備野餐。準備好？爸爸問。準備好。約瑟夫堅定地回答道。一陣大風吹來，風箏飛上了天空，越飛越高。約瑟夫緊緊地握住線，眼睛注視着在陣陣風中飄蕩的風箏。看，羅曼！他驚呼道。他漲得超級高。羅曼驚訝地鼓掌，但突然間，一陣比其他陣風更強的風吹動了風箏，線從約瑟夫的手中滑落，在他還沒來得及反應之前，風箏就飛向了樹林。我不，他喊道，我把它弄丟了。風箏隨風飄蕩，掛在了海灘附近一棵大松樹的樹枝上。約瑟夫心煩意亂，低下頭去。沒關係，爸爸站起來說道，我會把它拿回來。爸爸走近樹，測量風箏的高度。羅曼擔心地握緊媽媽的手。你認為他會成功嗎？他問道。媽媽點了點頭。你爸爸很堅強，你會看到的。爸爸動作敏捷，開始往上爬。樹枝在他的重壓下輕微地加之作響，但他還是小心翼翼地向前走。約瑟夫和羅曼屏住呼吸，注視着每一個動作。幾分鐘後，爸爸終於到達了風箏艇，小心翼翼地把它取了下來。當孩子們看到他手裏拿着風箏落下來時，他們發出了一聲高興的叫聲。幹得好，爸爸！約瑟夫一邊喊，一邊向他跑去。爸爸把風箏遞給兒子，並揉了揉他的頭髮。現在，小心點，好嗎？約瑟夫點點頭，緊緊抓住風箏。然後他們回到毯子上，媽媽已經準備好野餐等着他們了。孩子們坐着，一邊享用三明治和蛋糕，一邊看着海浪在風中舞動。飯後，爸爸提議進行跳繩比賽。他們撿起一些扁平的鵝卵石，向水邊走去。但跳次數最多的人獲勝。爸爸宣布。約瑟夫率先衝了上去，他扔出的鵝卵石彈了3次才沉下去。不錯，爸爸說。現在輪到我了。爸爸的鵝卵石彈了5次，贏得了孩子們的掌聲。輪到你了，羅曼，鼓勵媽媽。羅曼拿起一塊鵝卵石，用盡全力扔了出去。他輕輕彈跳了2下，然後沉入水中。幹得好，親愛的！媽媽一邊喊，一邊親吻他的臉頰。
他們整個下午都在打水漂，開懷大笑。風繼續吹着，浪花舞動，松樹歌唱。太陽開始落到地平線以下，天空呈現出橙色和粉紅色的色調。回來的路上，約瑟夫和羅曼雖然疲憊，但很開心。羅曼緊緊抓住風箏，就像抓住了重新發現的寶藏一樣，而約瑟夫則回想起爸爸爬樹的勇氣。爸爸，你是最棒的，他低聲說道，把頭靠在他的肩膀上。爸爸微笑着在兒子的額頭上吻了一下。你們是我的小英雄，他看着在媽媽懷裡睡着的羅曼回答道。在紅海灘的一天就這樣結束了，給孩子們留下了冒險、歡笑和與家人共享的美好時光的回憶。